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3章。上主留这个族是要试验遐个毋捌经历迦南战争的以色列人，要互以色列的后代，就是遐个毋捌经历战争的人，再去学习交战。留落来的族有5个非利士的领袖，所有的迦南人、西顿人，甲住伫巴力、希门山甲哈马隘口中间的黎巴嫩山的希未人。留这个是要用因来试验以色列人，看因肯听等上主通过摩西命令因列祖的诫命抑无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住伫迦南人、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的中间，带因的查某囝做某，嘛将查某囝嫁互因的囝，煞去服侍因遐个神明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，去服侍这个巴力甲阿舍拉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发大生气，将因交互米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。以色列人服侍古珊利萨田8年。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就为着因兴起一个拯救者解救因，就是加勒的小弟基列斯的囝俄多列。上主的神临到伊，伊就做以色列的士师。伊出去交战，上主将米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交伫伊的手。伊就赚赢古珊利萨田，迄个地区就太平40年。后来基列斯的囝俄多列死，以色列人搁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因为因安尼做，上主互摩押王伊基伦强盛，攻打以色列人。伊基伦调集阿门人甲阿玛力人来伊遐，去攻打以色列人，占樟树城耶利哥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。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就为着因兴起一个拯救者，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囝以弗。伊惯势用倒手，以色列人派伊去甲摩押王伊基伦进贡。以弗拍一支双面来的剑，长半公尺，拔伫正骹用衫嵌地。伊带利米去见摩押王伊基伦，伊基伦真大哭。以弗献利米了后，就叫跟利米的人倒去。伊家己对我郡吉甲拍照相的所在，活转来对王讲：王，我有秘密的事要甲你报告。王讲回避，遐个侍候王的人就拢退出。迄时，王家己一个坐伫清凉的楼顶，以弗行活去，对伊讲：上帝有话交代我甲你讲。王就对座位徛起来，以弗就伸倒手，对正手拔剑出来，插入王的腹肚，连剑的柄嘛煞插入去，剑互油夹条。以弗无将剑对王的腹肚拔出来，王的屎流出来。以弗出来走廊，
将楼顶的门关起来，锁地。伊出去了，王的部下来，看到楼顶的门关地，搁锁地，就讲：伊一定是伫清凉的楼顶伫大便。因听候到心着急，看到伊无开楼顶的门，就举锁匙来开。哎呀！因的主人竟然倒伫涂骹死伫遐。伫因拖延的时，伊忽已经逃走，过拍石上的所在，走到西伊拉。伊忽到以法莲山区的西伊拉，就奔扫角。以色列人对山区落去缀伊，伊就行伫因的头前，领导因。伊对因讲：恁来缀我，因为上主已经将恁的对敌摩押人交伫恁的手。因缀伊落去，攻取摩押对面的约旦河渡头，毋准人过河。迄日，因杀死摩押人大约1万，拢是强猛的勇士，无一个逃脱。对安尼，摩押人就受以色列人制服，迄个地区太平80年。伊弗以后，亚那的囝珊迦用赶牛的刺棍拍死600个非利士人，伊嘛解救以色列人。